大家好啊，我係 PB Thomas Chan， 我係港經扶輪社嘅前社長。喺扶輪100週年，都係2004到05嘅時候咧，我作為我哋社嘅社長嘅。我喺1997年4月咧加入扶輪呢個大家庭，前社長阿 Rainbow Lee 介紹入港經扶輪社嘅。佢介紹我嘅時候咧，因為佢話讀扶輪社咧可以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啦，加埋咧可以用我所學所做嘅嘢咧服務社會。我覺得咧都十分之有意義，所以咧嘗試下加入扶輪社啦。係一個好嚴謹嘅組織，因為咧每次開會嘅時候咧，有一個議程啦，大家咧社員都投入啦，去開會啦，同埋咧報告嘅。扶輪提供咗啲機會俾我哋學習不同嘅範疇。我曾經參與過扶輪基金委員會啦、公眾形象委員會啦，到而家嘅社員委員會啦，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個好新嘅範疇咧，去讓我學習。最新一件事務過於前區總監Peter Pan 咧，係揾我做佢嘅首席地區秘書。雖然我哋得2000幾位扶輪社員，但係佢喺咁多人裏邊揾我做呢個咁重要嘅職位咧，係令我受寵若驚嘅。亦都有機會俾我咧學所學嘅嘢咧，去服務我哋地區嘅所有社員。雖然27年唔係一個短時間，不過喺扶輪世界裏邊，我仲有好多嘅空間可以發展。第一，我有好多好嘅朋友喺度；第二，我有好多嘢未做嘅，包括咗好多嘢未學啦。咁未來方面，我仲可以有新嘅挑戰咧，包括咗助理總監啊，甚至乎區總監啊，或者係國際層面嘅職位。但係無論如何，我覺得作為一個投入嘅扶輪社員咧，能夠將我哋嘅貢獻係服務社會、服務世界，已經係一個福分。對我嚟講咧 ，Magic of Rotary 咧就係喺我哋扶輪嘅路途上面咧，幫助我哋成長，去學識更多不同範疇嘅嘢，從而咧放大我哋嘅投入同埋我哋嘅資源，包括咗時間啦、金錢咧，去服務社會同埋服務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有需要嘅人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 Magic of Rotary。